tes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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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sting。他慷慨賜予希望，捲出我心肝，繼續麻木奉獻，又何妨？其實我怕偷看，如揭破感情實況，感覺太不爽。原來他只報答我，原來他都懺悔過，就算獻出比收成多，也是我的錯。他應該比我更失望。這個貓檔為了悲情營造錯覺，支配了雙方。原來他不夠愛我，原來我坐後被撞，原來相愛並非講求付出過有幾多，原來他只報答我，原來也是你的錯。蒙蔽了悲情，營造錯覺，總對他心存寄望。原來他不夠愛我，沉迷錯也非他的錯，成全他也樂得開心，也沒有虧欠那麼多。原來他只報答我，才唯有再三欺騙我。誰最後與他快樂滿足，會是哪一個？怕侮辱我。Thank you.